铁透早的时，地标的路段号志出问题，目前还搁在抢修。今日南港左营1点钟是开3帮自由座，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办分。罗总统讲，无参加职业性社会保险的民众，若总有定期纳这国民年金，满65岁了后，未来逐个月会当领到5000块的国民年金。这几天南部天气拢超过37度，其中台南玉这连续3天拢是全国上界热，行透中昼，搁冲到39.6度。高雄气象站就讲，就爱热到拜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过2个AM新闻》，我是嘉豪。过了这台湾高铁行透早的时阵呢，伫咧苗栗路段号志出问题，目前也搁伫咧抢修。受到这件事件影响，今仔日规工拢是1点钟对南港含左营开3帮的自由座这款的模式伫遐发车，那因暗也详细检查找出原因。这是高铁开始赛以来呢上界严重的慢分事故，也正拄好今仔是拜一，真侪人上班拢迟到，连这中南部立委要来到台北开会，也拢较晚到。要来上啊！对啊，要发车啦！上班要维护啊，大家拼命开入车厢，高铁通站上8月台客满人，早起通勤人济时阵，受苗栗路段发生号志信号异常，用单线双向方式运行影响，造成列车大部分慢分，甚至超过1点钟以上。由于稍早信号异常的关系，本列车再次临时停车。下去的时候才看到，就是有一大堆人这样，至少也是多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是都在车上等，就是走走停停啊这样。因为我等下要上班，等下可能就会迟到一下。高铁会早起8点开始取消原班表，全港用每点钟由南港左营2边发3帮列车营运模式。也古鲁溪透早为南部坐高铁上班要去机场，出高铁分析最后无赶到班机。到了柜台，他们就是已经不受理托运这样子，所以就是只能已经被迫就是取消航班。多拜去立法院政策委员也因为有中南部地区要坐高铁上班，煞慢分然后开会。服务处早上有接到2、3通电话，在问怎么回事，因为其实确实在上班日，我们讲台中、台北通勤的这个比例是蛮高的。今天礼拜一委员会嘛，我觉得时间上比较充裕，我就说好吧，那就坐台铁。高铁尾仔搁甲开南港甲台中之间，路南6帮厝甲上班2帮厝，暗过全线部分列车依然受抢修路段影响，出现慢分的情形。高铁表示，如果收班时间会提早中按时维修时间详细检查，会查出无正常原因。也表示，慢分30到60分钟的退行是收票价50%，延迟60分以上是收票价全部拢退行。交通部应协调代替对号列车进行苗栗站甲新乌日站开放 EMU 3型新自行车客票。扩大代替西部干线数分量能，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陈世凯今早起也因为这高铁慢分无法度准时到立法院开会。今仔日呢是对这民国96年高铁通车以来，因为设备各样造成上严重的慢分事故。运安会也证实讲，这个路段因为号志异常了后，电子连锁系统就启动这保护机制自动停驶，或者列车无法度通过这个路段。过去暗正严肃，交通部长陈世凯透早为台中坐高铁上班，原本要参加立法院9点的会议，受高铁信号异常影响，延迟超过1点钟。高铁的这个号志的系统有状况，那所以今天车班都有延误。那我们交通部刚刚我在车上也马上就是指挥了我们现在请台铁公司来增加一些班次。交通部身体性变中心协调代替运具联防，铁路局也解释调查。这是高铁公司伫办理营运前准备作业时阵，发现苗栗台中路段号志信号异常，暗过发现原因，还搁等收班了后进行调查。运安会也证实第一时间接到高铁通报，经过初步了解，这路段发生号志信号异常了后，保护装置启动，列车无法度通过这区间。运安会这边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持续关注高铁公司后续。包括它的耗资检修、原因理清，还有改善运处情形。那如果类似的事情有涉及到系统安全的疑虑，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是不是立案调查。高铁为96年兴奋，发生影响旅客规模较大的延误事件，大部分是天灾甲外部入侵等外部因素。若是因为设备或者是装置故障延误，是98年6月11，台北站调查信号异常。另外，就是伫101年4月25，台中站号志电子连锁系统故障。25这事件，因讲是因为以来上严重。营运稳定期到现在，感觉
的确比较少这种状况，所以高铁的确要看看系统是因为老旧呢，还是维修的问题。102年台中站后置电子连锁系统故障，事后监察院调查报告指出，台中路段遭到锁定，列车无法度用正常模式行。电子连锁系统的作用就是用防止列车进入无安全区间导致事故发生。铁道局强调，已要求台铁公司查明，如果信号异常原因，检讨设备更新甲风险管控机制，会依照调查结果要求高铁公司改善。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社会福利政策，这总统赖清德昨说明政策时阵，有讲到这家庭主妇等等无参加职业性社会保险的民众，有定期纳这国民年金，满65岁了后，未来逐个月会当领到5000块年金。其实这是行政院今年1月提出的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版本，对逐个月4049块要调悬到5000块，已各有176万人会当受到帮助。参加国民年金嘛，迄就是家庭主妇嘛，对不对？好，唔要紧，以后家庭主妇共款，一个月至少5000块互家庭主妇领。前一天到嘉义参乡，赖总统对乡亲讲到家庭主妇这无参加职业性社会保险民众，未来每个月会使领国民年金5000块。其实这是行政院1月提出的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版本，互按时交保费年满65岁民众会使请领的国民年金，保底基本金额部分由现行每个月4049块，调悬降至5000块。受益人数有高超过176万人，一年增加大约178亿预算。这个钱怎么来？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不过，立法院审查过程中，条约立委也拢有提案增加金额，对6000到8000拢有，也要达成共识。议员等待维权委员会审议。国民党立委是批评赖总统讲话，较会误导民众，更加质疑是选举的语言。现在还在修法，而且我们立法院可能修法，它的金额可能更高啊！你为了拼选举啊，拼选票，最后呢，这样的发言其实真的是一个骗票的行为。重点不是在野党讲的大傻逼，而是让没有劳保、公保、农保的人老后至少还有一个基本支撑。国民年金提供老年年金，也有身心障碍年金、卫生年金三大给付保障。根据卫福部统计，到今年2月，被保险人大约是285万人。另外，行政也通过6大社福津贴调整方案，包含低收入户家庭生活补助、低收入户儿童生活补助、低收入户就学生活补助、新长者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也有60岁以上生活扶助，拢调悬23.5%，预计对今年7月生效。受益人数大约89万人，而且未来每2年也依照物价指数评估检讨调整补助金额。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美伊和平谈判，可能有好消息，亚洲股市也来抢权，一股8日收盘起2.87%，台股也涨到43644点，起1376点。因来讲到这台积电股价呢是收在2390块，起55块。另外一开盘就起到真棒的联发科是起385块，来到4245块。美国股市顶礼拜5四大指数收红，而且美伊战争也有可能达成协议，油价降落。8日亚洲股市也低庆祝，日本股市收盘起2.87点，台股更加强，上表徛在43000点，收盘是43644点，起1376点，创史上第5大起点。初头起的关价股，台积电收伫上悬2310块，起55块，开盘就起停所需的联发科，收盘4245块，起385块。领军的当然就是老 AI 跟台积电的一个相关供应链设备啊，或者是产物为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至今来讲，其实也是呈现一个明显的扩散，可以看得出是往像一些被动元件啊，或者是细晶圆族群。AI 族群小真起，台股成功爬起哩43000点，新高达新台币1.3013.25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642.88亿。统计5月到即马，台股已经起4600多点，总共有51支千金股合体。今明年毋但是台股量甲价拢起，经济表现也袂歹。但经济讲，今年台湾的经济除了 AI 有订单，传统产业也袂歹。若是下半年中东战争停战，油价平稳 ，AI 需求搁顺，到时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有机会搁再向上修正。
台湾经济成长率，我们台经院上次的预估大概是7点多。比如说中东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传产、外销、出口能够持续这样的荣景。当这些因素都齐备的时候，我想台湾经济成长率当然还有再上修的空间。虽然股市看起来情势袂歹，不过专家提醒，市场上怎么出现券商无钱通借，个人房贷有险，抑个个人信贷有险，拢创新纪录。市场正出现结构性欠资金，万一若是行情变势，可能造成借贷资金减少，会出现卖压，台股会规个做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金融联合电信中心上届新的数据指出，讲这10年来呢，个人贷款的总人数对2016年底465.4万人增加到去年516.6万人，平均4个至5个人就一个人负债。就个人的贷款金额也对289万元增加到465.7万。有专家是认为讲呢，台股当咧看大起。真侪人呢会用这厝贷款，甲这钱投入去股市。那准这股市有一天跌落来，就有可能会拢总乌有去。台湾薪水差距愈来愈大，进入高资产、高负债时代。根据金融联合电信中心数据显示，以即阵人口来推估，等于是每4个到5个人就有1个人有排贷款。有做一些小额的贷款在身上，对信贷的为主，相对会做更保守，可能 ETF 的那些操作为主。有贷，就是要布局长线啊，就是趁现在还年轻，赶快积极进入股市这样。对数据来看，台湾人负债规模近10年来正在快速成长，个人贷款总人数对2016年的465万4,000人增加到去年516万6,000人，个人贷款平均金额是对289万4,000块增加到465万7,000块，等于10年来增加超过176万。由最近台股若冲上4万点，加权指数也一直创下新高的纪录。专家指出，有不少少年人将原本全要买厝的头期款投到股市来投资，出现大房屋贷款入股市的情况，市场已经转变真多。房屋贷款加上房屋贷款增贷到入股市，也有股票融资，用真少的本金操作，也是车的贷款，也是信用贷款，也是信用卡。四种贷款做伙，不过这款面临的资本风险，亲像股市若落落来，融资堆缴，被逼未果，现金来源转去，股市房屋相杀，资产求水这风险。世代同堂已经把我们这个房市，它是一个居住的行为，变成一个这个拿来做这个股市的杠杆操作的行为。那这个变成说，我们在这个股市里头，一天现在动不动都1兆多的这个资金在往来，这里头的资金有多少是借贷的？专家分析，这个全民冲股市，尾啊一般敢来出现2种结果，不是成功甲头一笔的资产赚加1倍，就是甲头一笔资产拢输了。好有投资人的资产配置爱纳入风险的控管，才可到避免融资也是长头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南部天气是热翕翕，超过37度，其中台南玉这连续3天拢是全国上界热的所在。今透中昼呢，冲到39.6度，那高雄也有这个太阳热甲落落来去激着人，那人热甲挡袂掉，连动物呢也爱用冰角来体凉。高雄气象站就讲，这款天气上无爱热到歹死，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出门就爱避免着伞。日头赤炎炎，完全无快云，民众出门无外套雨伞全副装备，看到有黄的所在就紧避入去。台南玉这遮，逐间卖冰的店拢是排队的人阵，因为天气实在有影热。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对23开始，南部的温度一天比一天高，尤其是玉井，连续3天拢是全国上热的。25中昼阁冲到39度6，民众讲人用要勇气啊！我觉得超热，刚刚释放兵一走出来。感觉快不行了。最近天气都很热啊，所以我们都只能躲在屋檐下，就能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这样。沿海的海风没办法吹送到这边，造成这边风速比较小，那甚至有局部封面造成那个过山沉降、绝热增温的现象。因为锋面头前10个热的西南风吹不到南部的山区，加上日头照射的角度接近90度，对了台南局镇消防讲，高雄气象站嘛对内门发高温警报，37度外天气，也个动物园赶紧传冰角大型的电风，来个动物降温消暑。你伫高雄市区毛大楼外边的太阳热甲别开落落来，看到这个桥多摆民众靠顾着上楼梯，加在无啥要紧。大楼管委会讲，这不是头一摆发生啊。缺失把它补好之后，所以加安全网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哦。但是架安全网也只是治标而已。治标对。你治本就是要外墙翻新。针对大楼的状况，高雄干部局表示，会限期要求所有权人爱改善，若无就会依法采取。另外，高雄气象站也要提醒大家，这款吸会到37、8度的天气，爱热甲歹死，民众出门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随时补充水分，避免掉沙拍掉伤。记者李新武、柯家祖、邱超雄综合报道。彰化市昨有一个72岁查甫人，伊对12楼高的大楼爬落去隔壁栋透天厝的楼尾顶。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这个民众已经无喘气、心跳啊，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也那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消防人员出动吊车，甲爬落来民众送落来进行急救。彰化市立市中道有一位民众，唔知影什么原因，为12楼高的大楼爬落去隔壁透天厝的楼尾顶。附近民众听到声音，赶紧报警处理。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这位发生意外生病的民众人已经乌卡，经过急救，嘛是救无回来。我们是有听到“砰”一声很大，我以为是风带什么东西吹倒，窗户打开看到就有人。不是，我们就有人在屋顶就对了。现场患者第一时间就是呈现 O 卡，救护人员去接触之后，把他先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再利用我们拐腰车吊臂把他吊到地面上，然后进行的急救。大楼管理员表示，这位72岁生病的民众是大楼的住户，那像是因为无早厝内锁匙，想要为大楼的楼尾顶爬落去12楼的徛架，结果无细地爬落楼。原本伊的后生已经有叫开锁的来，想知影就安尼发生意外。他没有听他儿子的话，跟锁匠一起上去，他是自己先回来，然后到12楼，他是住在12楼，拿个那个消防的那个水管抽出来，然后想要垂吊下去。警方表示，目前案件侦办中，无方便对外说明。预计拜一下晡会上验遗体，随后卖请家属协助做笔录，理清代志发生的原因。记者杨淑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1月到4月，全国已经抓到4725件这假毒赛车案件。毒驾造成交通意外死亡悲剧，内政部、法务部等相关部会也拍算要来修法，针对着毒驾呢做特别的规范，有关刑责，公车乘客也爱罚惨落去，强化监督者的驾照管理，限制换发，也个考驾照等等。第二立委是拢支持修法，也强调讲爱对毒品的源头来甲切互断。这个火车食毒赛车司机讲者，伫火锅店头前弄到一家火啊3个人，造成老爸查某囝死亡。食毒赛车伫几落个关区造成死伤的悲剧。不过，这嘛是甲啉酒赛车同款用宪法第185条之3的规范，大家认为无够。行政院讲会检讨法规，警方也开始毒驾大执法。你先报我啦，身份证啦。既然警方发动线上警帮，伫盐山乡抓到涉嫌毒驾的查甫人，并且敲出依托密纸。各地警方暗时查毒驾，警政署也修正毒驾所地流程。怀疑毒驾的驾驶经过喙烂快胎是阳性，或者是无愿意接受测试，会使依照现行犯逮捕。法务部等部会也建议修法。刑法的角度，把毒驾独立于酒驾，这也是一个修法方向。另外，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使用毒品它是犯罪。那如果使用毒品再开车的话，它也许也可以再成立一个独立犯罪，就这个毒驾做一个特别的规范。法务部按算对宪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做特别规范，提悬刑责，不过具体刑度也怪讨论。内政部甲交通部是建议，公车的乘客连做法，也个强化食毒的人的驾照管理，强制食毒或者是有食毒前科的人，就要完成戒治，并且提出证明，才会使有驾照。前端的一个预防。然后呢，抓到了以后啊，你如何去这个医疗跟戒治？那任何的一个行政手段的一个加强，这个都可以讨论。毒品只要用了之后，在非常多的情境都会有发生刑案的一个风险。驾驶是一个重点，其他部分更是源头、教育单位、风险单位的一个管理，我觉得必须要全面来做。今年1月到4月，全国查到4725件食毒赛车的案件。调查地区拢支持提悬法则等修法的方向，严过也强调，重点是预防，包括切断毒品的来源，这让自源头防止食毒赛车。记者综合报道。
各座苍水南海鲲号伫咧优化调整期间，这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率提案甲后续南条件预算119.5亿并起来，引起众人议论。经过遐尼济届接航测试，海鲲号竟会刷出来，外界认为讲，有可能是要进行时间搁较长的深海航测。那专家认为讲，这7月要来交这苍水南，伊是会当乐观来看待。各组将南原兴南海鲲号完成设备调校了后，自5早起为大船大塢刷到91号码头，进行完成超雷射击验证。外界预估船期高机率会进入过暝内航测试，检验长时间畅水时电力使用、卫生设备稳定度、甲人员的运作情形。这么多的人挤在那么小的钢壳之内有些的潜舰官士兵他搞不好就患有身心症状。那第二的话，其实你人员能够忍受这个压力但是我们要看说他吃的够不够用的够不够。但国民表示，实际测试内容除了大船家己讲，若无干能好推测，对大船要拼7月交南是乐观看待。不过因为无完成所有海测项目，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等人提案，行动嘅后续南今年度建造预算119亿外，各立委质疑进行对比采购66架 F-16V 的新式战机特别条例。期限伫今年底到期，不过9月才会交一架，其他65架抢价延前。F-16V 今年不可能交齐吧，部长？今年9月会开始交机，但是今年不可能交齐吧，对不对？依照产能来看是没办法。不可能嘛！如果说到这个年底没办法完全交机的话，在预算面向我们会办理保留。由于罗斯部提起办理预算保留无问题，不过爱成就立法院通过修法等限条例结束时间，今年1月回归新编的新 F-16V 也分析人甲即马乌阿捌送到美国也无解读出来。立委关心国军即马购改的 F-16V 什么时阵才能自动轰动地系统全部完成？在今年7月份软体会上机，在9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美军发展出来是 for 他们的机种所使用因为我们的机种呢算是比较旧的构型你要装去可以，要做系统整合。国防部表示，咱即卖 F-16V 是类比式回槽系统，离整合爱较长时间。空军新买66架 F-16V， 原机道标配，无追加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开始审查今年度88亿的国防特别预算，其中甲美国买海马斯多管火箭头期款5月底就到期了。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透过启动预算法84条，只要行政院核定了后，就当付头期款。另外，也有风声讲，这传习会了后，对台军售将有可能会出现变故。郭立雄就强调，目前台湾无接到任何改变的消息。那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强调，美国有对美国政府方面听到感报，确认美国对台政策并无改变。立法院2号开始审查，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5项对美国军购的国防特别预算案。那在野党质疑，这几年咱对美国军购的金额一直增加，不过几多项已经签的项目进度欠甲正严重，包括前年就签发给苏的空军 TBS-77加 TBS-78雷达，会当增加咱航空战力。不过美国到即马拢也未甲制造商签约生产，国防部讲也无预约，也未付钱。刘毅讲，2017年就签约的车进飞弹采购案，甲单也无半粒。那178套500枚会在今年第4季交易。今年第4季到现在，但是到现在为止一颗弹也没有。期待本次特别预算整个军购项目美方都能如期的如职的来交货，以强化国安安全。会针对这个来成立专案办公室，然后我们每个会期也都跟大院来做报告。因为今年度的国防特别预算88亿内面，包含8亿的海马斯多管火箭首期款5月底到期。郭立雄讲已经启动预算法第84条，但行政院核定了就当先付钱，时间是无问题。因为伫传习会了，谈讲台湾第2批140亿美金的对美国军购可能有变化。郭立雄讲无收到通知。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2批军购。在这次川习会之后，我们也有从美国政府方面听取简报，那也一再的确认美国对台的政策
没有改变。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在传习会过程，台美双方拢有保持密切的沟通，也确定未来美国对台军售也是照台湾关系法的规定，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讲，可能就军售的问题，甲总统赖清德通电话。林佳龙讲，双方也未进行到磋商的阶段，规划细节，也过南方正面看待，并且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马英九基金会财政纪律案继续伫遐壁，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今日咧记者会提出相片，讲基金会前执行长肖旭琴要甲台商摕一笔钱，却无入去扫目。肖旭琴是回应讲呢，这个钱是一种专款，是这捐款呢是马英九总统落任台务特别结束，一寡企业也个台商希望甲这条钱捐予马英九，有甲马英九请示，伊是只是讲一切公用，拢有甲这调查小组来说明。马办调查小组成员李德伟也回应讲，相片是头一摆看到，不过金流拢有掌握。我不能够不管马总统这件事情。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接受前总统马英九委托召开记者会，唔但提出马英九亲笔写的委托书，并且公布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肖旭琴甲台商韩永环斗阵摕100万。翕的相片，验过查这个基金会项目，找无相关入销记录，质疑肖旭琴王公主违反财政纪律。肖旭成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捐款，没有碰钱。但这一张是从王光池电脑硬碟取得的照片，上传的日期是2023年10月。我们查了前后1、2年，也有请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帮我们去对账，都没有找到类似金额的入账记录。韩永环讲，金溥聪提出的相片是2023年伊捐予马英九个人的钱，由肖旭琴代收，甲基金会无关系。原来肖旭琴是讲无入销的捐款是马英九卸任礼务即要结束，部分的企业甲台商希望会使捐予马英九，伊有向马英九来请示，并且照指示一切公用，这拢有向调查小组来说明。如果我这笔钱要私用，我根本不会大大方方的拍照。所以这张照片反而证明了我是坦坦荡荡。王公司发声明讲，捐予马英九个人捐款拢是现金，总共是330万，全数用伫公务，也恢复会计师问这2005年年终奖金。因为基金会真辛苦经营，由马英九家己出钱，这对话记录拢有交予调查小组。不过，地下林质疑肖旭琴一接任国民党副主席了后，随赴中国来拜会国台办主任宋德。不过马英九对这件代志拢唔知影，也怀疑调查小组是不是基于私人情谊，也是特定的目的，包庇肖王两人的嫌疑。这一张照片，我今天也在记者会上第一次看到，被指控人他所提出来的账务的数字跟现金的流向有做相关的交代。金溥聪列出多项证据，指控肖旭琴王公主违反财政纪律，并且讲会真紧向法院来提告。肖旭琴是讲，由金溥聪这个人一直要开记者会散布不实的信息，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来提告。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公告，包含伫咧台湾出境机票内面的机场服务费，即马要对500块来调悬咯。今年9月初开始要起到7月5，到2028年的时阵，这9月初1呢就要调到1000块。主要原因就是这机场服务费超过10年无调整，那一部分就是因为这桃园机场第3航厦、第3跑道相关建设拢需要经费。从桃园机场出境，打开机票票价明细，这笔费用呢就包含了机场服务费500元。今天交通部公告，这笔费用即将调高，到了2028年将调涨成2倍。全球油价称悬，机票票价大起，不过即马出国恐惊爱搁加一笔。交通部公告，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甲综合办法修正草案，宣布要起已经10年无起过的机场服务费。因为我们很常飞，因为我们基本上大概2、3个月就是香港、台湾飞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会觉得，1年下来真的差很多。500没什么感觉，就是每天少喝一杯饮料，基本上就还好。旅客看法无同，目前规定为台湾出境的机票，其中拢含机场服务费。目前规划会向2阶段大大调整，为今年9月初开始起做750块，2018年9月初开始搁为750起到1000块，2摆总共起500块。这么来一趟，可能就3天2夜或者4天3夜的话，我们就也会考虑是不是要
那么经常来。经济观光的话，也会真的是会提升，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得要稍微 balance， 对，平衡，不能一下子涨幅太大。出行业水平这摆起的主要原因包含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无调整，甲桃园国际机场第3航厦、第3跑道，甲相关建设的需求。另外，在还分享过去500块一半的半日观光数观光发展基金，另外一半是机场单位起到750块了后，下改拨300到400块，起到1000了后，下改拨350到600块，不过是各一半的比例。适度的往上调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会牵涉到机场它的财政收入。我们周边的几个国家来看的话，我们的税率确实是比较低廉一点。咱来看附近国家机场服务费，香港差不多大票1434块，泰国按算6月开始起到1187块，日本成田也按算起到1239块。或者强调财政收支影响机场的公共设施建设状况，提款收支对登记公司财务状况健全变形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4月是日本车联大厂普利司通伫咧新竹工厂被收起来，大量自坑完工。有工会团体指出讲，这普利司通无甲劳工集体谈判，说是一个约谈500外的互人自坑的劳工是违反劳基法的。另外呢，也有一间日本的民办公司也传出着劳资争议，工会早起也去到劳动部抗议。日益嚣张。工会团体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外口抗议，日本的面板制造企业阿萨希公司在台湾传出劳资争议。有工会团体指出，自108年开始，公司有公告讲，员工满10年开始通摕到雇任金牌，说因为今年金额起价，公司无经过工会同意，就用比行情较低的金额来代替。另外，阿萨希公司一年有16个月的薪资奖酬，工会要求明定在劳资协议规章内底，说在协商的时，拢互资方拒绝，工会就惊无法度保障劳工的权益。每年12个月的薪资之外，还有3个月的年终奖金，还有这个1个月的节庆奖金的部分。但你应该把16个月明定于工会的协议，但是公司是完全不愿意。现在担心就是说未来那个员工的这个薪资奖酬16个月也会在公司的相关的一个人事成本的考量上就片面去取消，导致员工的薪资跟这个奖励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另外，对台湾的日本企业，像车联大厂普利司通，甲经营化妆品的资生堂，4月在新竹绿色广场自坑员工。有工会团体指出，普利司通在5月初8提出大量解雇的计划书以后，后续无经过劳工集体谈判，刷到500外的防自坑的劳工一个约谈。工会认为这违反大量劳工保护解雇法的主题协商甲强制协商的精神。这个在5月11号就直接把劳工载到4个不同的地点去，然后进行所谓的协商。但我们认为协商应该是要让劳工可以交换意见或整合意见，提出自己的方案之后，跟公司来进行谈判。但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认为完全违反《大量劳工保护解雇法》的这个自治协商和强制协商的精神。工会团体认为，资方安尼含个别劳工协商，是一种对劳工的压力威逼。针对劳动条件合议，若要改变，也应当经过集体协商。工会呼吁劳动部甲地方政府爱站出来，要求这日本企业继续甲工会进行协商，避免以后这款恶例搁再发生。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屏东潮州一间正出名的牛肉店传出劳资纠纷，一个资深员工家属指控讲，70外岁老母3月开始有小可失地镜头，5月初9呢，这头家就派人去到处理，要求签自管利息单，无想要付这资遣费加退休金。头家讲，这位负责人是真好的员工，已经申请调解了。你住对啊？你知影你住对无？啊？警察看到阿桑牵着脚踏车需要斗3工，就过去甲关心。姓罗的负责人哪像有失地状况，找无转去厝的路，伫警察陪伴一户纳问，路尾总算是到厝。不过，这位负责人的家属疑似伫面册答问，讲负责人原本伫潮州的一间知名的牛肉店做工课36天，却因为失地，互店头骗签利息单，互家属非常不满。讲也介久无接触到伊啊，伊讲无解身体无解好，讲小可失智啊啦。
所谓失智到什么程度，我嘛唔知啊。记者实际到姓罗附近人兜铁门锁咧，家属的大文写讲，因妈妈对79年就伫这间店做，算老员工啊，退休了后阁继续做，结果无想到5月初9，店头就派人来请负责人签自愿离职单，想要趁负责人失职，审批应该要负责的资遣费用甲退休金。因为妈妈跟我们是非常感情非常好的，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还有邀很多一起去他家跟他庆祝母亲节，他都快哭出来了。旷职好几天了，他也没有来请假，我们也不晓得他要不要离职。对，这个就是我们不清楚的，需要厘清的地方。当事人理解能力有欠缺时，其所谓的意思表示无效，所以这个离职证明文件有可能是无效的。店头讲负责人是老员工，做工课和相处无啥物问题，但是自3月开始有几6天无请假，互店头找无人，只好请负责人先暂时休困。面对家属的质疑，店头表示会搁申请调解委员会，甲代志处理好势。县府劳清处嘛证实，按算6月初会出面调解。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甲经济部合资企业科威环保公司，民国94年开始伫高雄的大发工业区设焚化炉，这一年的回馈金有3500万。想袂到去年底呢，新的董事长上任要甲这回馈金取消，再去有8个理事长，还有这上百名的里面去抗议，要求董事长落台。各位观察。高雄大寮包括中寮、礁明、新厝等8里的民众，拢总100外人，2月透早就来到大发工业区的科威环保公司有报条花口高定正抗议。李长讲，由经济部出钱合资兴建的科威环保，自英港时代就甲地方签约，由地方里长组成回馈金委员会，逐季会按照焚化量付回馈金。去年底新董事长肖英达上任了后，就要求因爱检讨回馈制度，单方面取消部分的回馈金。李长认为，本所要烧钱要赚，污染拢是地方伫咧承受，这款做法因无法度接受。写了嘛是无效，伊嘛讲无来啊，无效还啊，系啊。伊的理由是啥物啊？伊理由讲因了钱啊，公司无赚钱啊。哦，无理由啊。哦，你依只合约，依只法令规定，拢总爱照安尼行，结果你违反法令，哦，恶意毁约。议员讲，目前考规符合地方的回馈金有2条，除了英港时代签的按照焚化量付的回馈金以外，2024年考规起新产线提供第2期的建设奖励金甲回馈金。现在考规采用无趁钱的讲法，要甲新的这条取消，里长才会正生气。对此，考规董事长肖英达表示，契约有规定，双方4年检讨一个合约，这摆嘛是按照董事会决议来执行的，取消新建回馈金嘛是按照合约来行，并无违反规定。可谓愿意用最大的诚意来跟他们协商啊，但是请尊重契约精神，请尊重既有的协商机制，那个是在契约里面明文规定。科威有明法规定撤销回馈金，地方认为公司有营运对带来污染，取消回馈金实在真无理。双方各有坚持，对此环保局表示，因为代志牵涉到司法契约，公家机关无法度介入，只会当加强监督科威的营运，要求因爱甲地方好好沟通。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台东的这东河乡民代表会动，以后个月开始呢，会发放7000外位的这个东河乡民，一个人3000块的进行经济金。那今年中这个礼金也会增加到3000块。伫东海岸的东河乡资源无济，居民的收入大部分是拢靠观光，也有农业，收入一向拢无稳定。去年中央才普发1万块的现金，予东河乡的民众加一条收入。这个月东河乡公所阁公告，自6月初10到7月31，会阁发予乡民每一个人3000块的振兴经济金，予乡民实在是足痛嘞。不想吧，小地方啦，有一丝补助，咱就。感觉一个家庭安尼加减有帮助啦。乡公所表示，因为东河乡民众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外靠观光，也有农业。这几年的国土无遐尔兴，也有农作物受到风灾损伤真严重。依照地方制度法，乡大会嘛通过这项福利政策，通减轻7000外位乡民的经济负担。最近的油价、物价波动都很大，大家生活都还蛮辛苦的，所以公所刚好有仓库有余裕。东河乡公所发放振兴经济金是台东县今年的头一个。乡公所表示，乡大会上时也通过今年的中央敬老礼金，自1500块提悬到3000块，也有真侪项生育补助的津贴，希望会使加推动社会福利，鼓励乡民留伫咧地方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县政府拍算要开设一伫咧德山的太极结构天推园区，起一座全长1.7公里的流浪车系统。县政府今表示讲，目前拢摕到这地主的土地同意书，今年10月会开始发包工程，并2029年年底来完工。虽然这项建设的全长无到2.5公里，依法唔免办环评，不过县政府也强调讲，也是会进行生态调查。居民是表示期待，因为学者也建议后续营运含景点的串联。 这是经营的关键。缆车经过山崖加规片的地形，形成正特别的景色。这也是德山天推以后的观光蓝图。南投县政府计划伫德山太极结构的天推园区，留一条1.7公里的空中缆车系统，按算7亿的经费。县府讲已经得到全部地主的同意，今年底就当发包动工。17位的地主，将近30笔的土地的同意。那这个同意以后，我们当然要跟地主来做协议架构。那我们有青龙游客中心、竹林，还有八卦茶饮4个站。那这些站体的土地都没有问题。那希望在今年的10月底以前，我们能够做统包工程的发包。县府按算2029年完工后，用委外方式经营，初步评估一年会让吸引超过25万人次，创造差不多3.3亿个观光产值。不过当地德山天推虽然进前捌正清，不过这几年因为交通不方便，人愈来愈少，慢慢稀微。附近的居民对缆车有无同的看法。你做缆车路都靠人要去遐观光啊，去遐佚佗啊。山路也不好开啊。那如果说可能把那些整理的再更齐全一点，我觉得会更棒。民众虽然看好缆车的发展，不过这离德山市区塞车要1点钟，考验交通的配套加行程的规划。学者讲，完工后将避免进前天推愈来愈稀微的情形。提早规划串联的景点，加确定营运厂商。那把他们经营的一些想法融入在这一些发包工程、改善工程里面，让未来能跟周边的产业能来结合。县府讲，这项建设因为长度无到2公里半，唔免办环评，不过也是进行生态调查，降低对环境的干扰。学者建议加强交通分流，也有政治化规划旅游规划。这项计划才能永续长久经营。记者综合报道。昨日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信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交通展览，透过比较200件传播相关的文物，呈现对日本时代行到网络时代，台湾民众安怎透过低成本的媒介突破封锁，传达民主的声音。这展览对5月19开始伫台博馆的铁道部园区展览，希望讲会当带民众来思考讲安怎面对资讯复杂，也有假信息满满是的问题。你敢知影？你台？我是说，那个天气好像又要变了。因为透过演出呈现民众安怎互人谨慎的过程，展览现场嘛有古早时的报纸、踏录机，还有地下电台时代的广播设备，这看起来真殊常的物件，煞是迄当时人民想要突破封锁、传达声音的工具。国立台湾博物馆推出时代信号传播技术甲民主摇动的展览，透过我200件的文物，呈现传播技术甲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你要用杂志足困难。冇错，迄当阵当然是唔是讲就即嘛讲会使什么公开上市，无遐简单吼，无遐简单。所以迄当阵的杂志拢会受到竞争吼，甲新闻局的人吼，拢全面的给封锁吼。台湾的民主发展呢，跟所谓的这个传播技术呢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从印刷，从追问这个印刷跟影像怎么样子接触到所有的人这件事情。开始发问。主办单位讲，展览按照时代分作4个部分，为台湾日本时代的纸本媒体，到战后杂志对体制的批判，还有70年代的东国杂志、80年代的地下电台，到即马网络社群，呈现民众安怎用低成本的传播媒介，人过监控传达民主的声音。那文化部长讲，这个资讯开放的时代，电都要面对资讯复杂甲假信息的问题。我们反而面对的不是一个过去资讯封闭的时代，而是一个资讯量太大的时代。我们重新要面对这个如何防止假讯息，颠覆了我们台湾。展览5月19起过，伫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展出，若要回顾传播历史的发展，嘛毋妨引带民众来思考，安怎培养资讯识图的能力，共同来提高社会防卫的韧性。记者郭正阳、林旭凯台北报道。
来看国际新闻，在日本东京区近遭6顶木一大高级的商业设施，今中道却传出讲刺激性本部的攻击事件，造成现场25个人然后听扫袂停等等的症状，其中有19个人送上病院治疗。目前这个嫌犯已经落跑，警方也以伤害罪的这个罪名要来甲当。发生事故了后，这消防车、顶救援车赶到现场，警方表示讲，当时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商业设施1楼银行 ATM 转摸一种物件，而且是正插片，现场有20多位民众开始无爽快。调查发现讲，这款喷雾内面呢有咸姜仔素，会害人无爽快，然后痛。日本的美度咖啡厅已经正做外国游客来到当地观光景点，有店员讲，这较亲像是主题乐园，来到这重点不是食物件，是甲这美度互动。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ご主人様、お嬢様。伫桌边做饮料，佮带人客画果水口号，这是秋叶原 At Home Coffee， 嘛是在地经营上久的女仆咖啡厅之一。为2004年开始营业到今，伫咧全日本有5间分店。当是这间店上资深的，从高中就开始做，即马已经是有2个囡仔的妈妈。伊表示，伊真介意这份头路，嘛真享受和人客互动。今からもう21年前になるんですけど、当時深夜番組でアットホームカフェがたまたまテレビに出ているのを見て、で私もともと好奇心の旺盛な方だったので、その自分の知らない世界を見た時に、やってみたいって思えたんですね。なのでそれがきっかけで始めた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始まりです。同形容讲，女仆咖啡店其实更较像主题乐园，重点是女仆甲人客之间的互动。女仆并不是普通的服务生，是这个乐园内底一个果水开朗、永远17岁的角色。店内主要人客拄开始是动漫文化有兴趣的御体族，不过因为动漫和主流文化豆豆接受，嘛有更较侪人愿意来店里来体验。有专家就认为，女仆甲人客热情的互动，其实是咧制造一款像恋爱的感觉，让人客感觉受到重视。不过，店家嘛强调，女仆和人客之间袂当讨论私人的代志，被变作是个人的恋爱关系。足侪女仆咖啡店嘛有这款预防的措施，避免一寡人客对服务生出现无礼貌行为。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过了10年来，这体育比赛拢是禁止选手使用药来增加运动表现的。不过，美国拉斯维加斯5月底呢要举办一场会当使用药的运动会。世界游泳联合会已经公开警告，若准选手参加这届温准食禁药的运动会，会伫咧游泳这个项目，甲你禁止规世人。将正式名称叫做增强运动会比赛，分做竞赛、游泳加野球练这3个领域，由温准使用。美国圣诞、男性荷尔蒙，抑有成长激素这一般甲奥运加运动会禁止使用药物，如果被叫做是禁药奥运。主办单位特别强调，温准运动员食的药物必须是经过美国食品加药物管理局 FDA 核准，并且爱伫医疗单位的督导下才会用的。They are approved to be used in humans. Of course, they're not approved to run faster of 100 meters. This is quite clear. But from a safety point of view, it's important because they're deemed to be safe enough to give them to patients. 这摆得到邀请参赛选手只有42个，其中上受到注意的选手之一是巴伫2024巴黎奥运为英国摕到男子50公尺自由式银牌的普罗德。对于参加这摆增强运动会，英国游泳协会已经警告普罗德永久袂再入选国家队。不过普罗德本人就是老神在在。This is not what an Olympic athlete would say is the epitome of sport. However, we're not in that category anymore. You know, I've left that career and I've stepped away, never going to go back. 普罗德也坦白讲，就算伊无法度伫增强运动会打破世界纪录，也有机会摕到25万块美金的奖金，也这是留伫奥运国家队无可能有的。对于主办单位用真悬的奖金来吸引运动选手，用公开食增强药物的方式来比赛，各方是一直批评一直骂，认为根本违反公平竞争的运动精神。严格赞助比赛业者认为讲，若是帮运动员私底下家己食禁药来闪这个药检，也不如互一切公开透明。We all know that since banned substances regulations were introduced many decades ago, people have been cheating, people have been getting away with that cheating.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n the shadows is that people resort to unsafe drugs in unsupervised usage
get away and circumvent the testing.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除了公平竞赛义务，对着社群媒体特别打造的增强运动会，会经由网络传播影响青少年，私底下买禁药。对此，赞助商家选手拢讲，防止青少年接触不当的网络内容，是家长应该负的责任。比赛即要举行啊，这个禁药奥运会带来什么款的效应，也等待观察。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这人台北桃园新潮对26度到3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阳金妈妈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